3月尾嘅時候，發現香港都有機會地震，係得非常之傷心，而且我唔想講，亦都唔想再分享。因為上一次人攻擊我解咒期間，我都有好多嘅情緒。師傅幫我睇到咗真相，到呢個咒嘅原因同落咒嘅人，你心都碎晒。用咗一段時間消化時間，學生 send 咗個新聞俾我，話香港有個地震學家警告香港有機會發生7級嘅地震。於是乎放低嗰種被攻擊嘅恐懼，我照出呢一個 post。呢個 post 9點幾萬人睇過，今次得一個人話我黐線，其他人一齊諗緊解決辦法，問緊究竟邊區會有危險，問緊要做啲乜嘢好。其實我都仲有心，我以為會有人行出嚟話我嚟一齊幫手解決。頭嘅時候開始有一啲律師好認真咁問我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做，我係覺得好感動嘅。我 send 呢條片出嚟係為咗講，我哋係有能量轉換嘅方法嘅。我需要一班人，一班療癒師能夠傳送能量嘅。無論你學過靈氣療癒、希塔療癒或者任何形式嘅能量療癒，我好需要你哋嘅幫忙。我需要聚集一班人同我一齊傳送療癒嘅能量，去到有機會地震、有機會天災嘅地方。睇到呢個信息有感覺嘅你，請你喺呢個 post 上面留言，我會 send 一個鏈接俾你，我哋一齊去面對療癒呢啲地區。